当我们说到自他相换这个法，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除非是修持这个大乘法的人才需要修，要不然就是觉得这个法听起来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确，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就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来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伴侣，或者为了我们的孩子，总之我们会为了我们的所爱的这些在乎的或者喜欢的人，为了他们，我们呢可以说会愿意牺牲自己，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就为了他们。而且当他们像是遇到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说，真希望受苦的是自己，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也会希望这个他们的痛苦由我来代受，而且也会真的想尽办法这么去做到，帮助他们消除痛苦。其实我们这样的想法跟作为，这就是自他交换，就是这里在谈的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法。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想法上，还有就究竟来说，这种在这个目的上，还有在这个所缘的对境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愿心上大小上，还是和这个平时我们在练心或者说修心的这个教法中所说的自他相换法还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先不多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们的经验来谈。举例来说，像我们现在可以想，现在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我们最关爱的一个人？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可以想得出来的，有那么一个是你最关心最爱的人。然后接着你可以想，如果有一天这个你最关爱的人，他遇到了一个大的困难，或者经历到一个很大的痛苦，在那个时候你会跟着他一起苦的，跟着他一起痛的。不止这个样子，甚至你会忍受不住的，会想要说，希望能够代替他受那些苦，甚至你会能够代替他受那些苦，你而因此感到高兴，等等这些你心里中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相信我们都有过，都一定有经验过。就算你现在没有过，以后也一定会有的。总之，现在谈的这个感觉就是自他交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自他交换呢，它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非常陌生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的都有的一种感受。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关爱的人的这种自他交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做到。但是和练心或者说修心这样的教法当中的自他交换，有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做到。那所以这两者到底有哪里不同？所以到底是有什么地方不同呢？主要是在思想上，还有在所缘对象上，还有就近的这个可以说目的上是有所不同的。对于我们关爱的人、关心的人，我们的想要自他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只是希望说这个人你关心的这个人他能够得到快乐，所以只要为了他能够得到快乐，你什么都愿意做，你都能够这么去做。那么在练心的修心的这种修持呢，就不只是对一两个人这种希望他们得到快乐，而是希望这个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那为了要达成这样的一种愿望，要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望，就要先从自己这个关爱的或者说关心的人开始，先从关心他们，能够对他们就是对你关心的这些人做到自他交换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扩大到一切众生。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先从自己的关爱的人开始，但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的。但是呢，真的能否做到这个自他交换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也就是说，你能够对关爱的人做到自他交换，然后但能不能对众生做到自他交换，它的这个关键点就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所以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个对众生做到自他交换？所以首先我们要想一下，对于平时呢比较陌生、不太认识的人，甚至不喜欢，还有让你甚至是说你不喜欢，让你这个讨厌、很厌恶、很仇恨的人，你可以想想，当你见到这些人痛苦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难升起希望这个自他交换，或者说要代替他们受苦的心呢？所以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做不到？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关心的人可以做到，对于这些陌生人或者说不喜欢的人做不到。所以对于陌生人我们做不到，甚至更糟糕的是对于不喜欢的、对于厌恶的人、对于仇恨的人是更做不到，甚至一刹那的感受都没有。所以到底造成这样的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所以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
我们会说，因为他不是我的亲人啊，他跟我非亲非故，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我要跟他交换？那为什么我要为他牺牲，为他辛苦？那尤其如果那个人是我的仇人的话，那更不用想了。那我干嘛还要为他牺牲，为他这个辛苦呢？不仅是这个样子，同时我们心中另外一部分还会再这样子想，还会想说，如果说是母亲还有道理，因为母亲比我重要啊，他对我有恩啊，他比我重要的，所以他比我重要。那或者说他是我的孩子的话，那我会觉得那他是比我还重要的，所以我愿意为他牺牲。但是随便的一个人，就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仇人，他就算是什么呢？他怎么会可能比我重要呢？所以为什么我要这个为了他而牺牲呢？所以会觉得这第二个觉得说他们并不怎么重要，他们没有任何的价值，值得我为他们牺牲。所以在要有勇气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之前，我们先要清楚知道为什么需要爱护众生，也就是还有要知道众生它到底重要性在哪里，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维的。所以呢，格西朗日唐巴在练心8句当中的第一句就是什么呢？他就提到要学习观修一切众生比如意珍宝还珍贵。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就是众生不只是你不是只是知道感受到这个众生对于自己的重要性，而且还要真的感受到众生比自己还要珍贵。但是只是嘴上说说是没有用的，你真的要完全知道原因到底在哪里，就是说众生它珍贵的原因在哪里。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没有众生，我们就没有办法累积资粮，没有办法清除罪障，也就无法成佛。这就像是如果你想要走上楼，就是要阶梯一样。所以同样，众生呢其实就是我们累积资粮的这个泉源，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众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么依靠众生累积资粮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多，其中最特别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他交换。这里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是平常我们都需要这个工作赚钱为生嘛，就像是这样子。我们说累积资粮就像是工作赚钱来做比喻。那为什么我们平时要工作赚钱呢？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开销嘛，所以你必须要支付这些生活的开销，所以要努力工作，不然没有钱的话，你生活不下去的，哪里也去不了。所以每个人都要赚钱，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也都喜欢钱的。其实因为真的没有钱，这个生活是过不去的。就像是这是比喻就像这是世间的一个比喻就像是比喻。同样的，如果想要过上一个很美好的修行生活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丰富的顺缘，或者说这种充分良好的生活条件的话，想要好好修行生活也是不容易的。那想要具备圆满的修行顺缘，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累积资粮。所以如果缺少了资粮，没有这种福德的这个靠山的话，你是很难得到暇满人生，也很难遇到好的上师。这累积资粮和赚钱其实是一样的概念。那如果说平常我们是怎么赚钱的呢？那这我们不用说太多，大家都看到。那一种可能是大家都各行各业嘛，可能是上班啊、经商啊、做生意啊等等。但总之本质上就都是一种这种可以说是一种买卖一种买卖，一种生意，一种交换吧。而这时候金钱的角色是什么？就是维持这个生活的这个可以说本钱。所以修行的时候的本钱又是什么呢？就是福德和智慧这两个资粮，这就是修行的本钱。那我们这么重要的话，那要如何累积这个资粮呢？如何累积这个福德呢？那就是要和一切众生去做买卖了。那么和众生最好的买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自他交换法。什么叫做和众生做这个自他交换的生意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跟众生买什么呢？买他的痛苦，或者说领受他的痛苦，买他的痛苦，然后把我们的快乐卖给他，给予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生意的买卖的角度来说，真的跟世间做生意是一模一样的。但还是有一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呢是外在的物质上的钱，一个呢是内心上的本钱。还有呢，一个是我们世间的钱只能够用在今生，但是累积的资粮是生生世世都能够一直用下去的，这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再有一个差别，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平常我们一般世间的打工赚钱其实呢，你只是呢赚取到这个其中一部分的利润，或者说一部分的工资而已。这个，所以你不会得到的是全部的。当然，尤其世间的任何的生意还会面对失败啊、倒闭啊，还有可能这个货币这个贬值啊，或者遇到了这种经济不景气，这种总之呢，经商生意也是世间买卖有很多风险的。但是呢，这种内心的修行的这种买卖，也就是自他相换的修持的而得到的这种福德呢，这可是自己全拿的，你不需要跟别人分这个利润的。而且呢，这个福德呢，你也不会突然变少或者完全消失。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因果它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累积福德的这门生意可是比这个世间赚钱稳当多的这个生意了。而且另外来说呢，世间的生意是这个有人赚钱就有人赔钱。
就像你看世界上很多有钱的人，为什么那么有钱？他钱哪来的？这是从其他人的身上的钱来的嘛。但是呢，累积福德你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是不是让其他人没有福德了？是不会的，因为呢，你有太多机会，不只是这个世界，3000大千世界里面，你都可以累积资粮，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不会会没办法累积资粮的。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就像现在呢，美金是世界通用的这个货币嘛。同样，那这个资粮就是福德智慧资粮呢，也是一个货币，它是通用在哪里一个货币呢？是生生世世，而且一切世间都通用的这个货币。所以为什么这么有用的、这么好的、这么通用的一个货币，我们竟然不努力去赚到呢？而且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一直呢还在不停的这个花着过去生继续下来的这些福德的这些财我们就不断的在可以说一直出然后一直出不尽，所以如果再不这个开源节流的话，很快这个福报就会这个用完的。所以呢，我们各位现在手上呢还剩那么一点福报的时候，就要赶快想办法去让这个钱变多，这个福报变多，不然最后呢，不要到了破产了才要想办法再站起来，那到时候站不站起来就不知道了。所以现在赶快去做这个投资吧，就是现在赶快去做投资吧，用钱滚钱，用福滚福去吧，就是赶快去累积资粮吧。在这里就讲到了这个投资 investment， 可能很多人听了，这精神来喽，有兴趣了。因为其实很多人真的都想要快速的赚钱发财。比如说买了一张这个乐透中那真马上会想说真是三宝加持中了这个几亿等等。所以总之，多少人是为了赚钱发财想破头了这样去做？但是真的很多人无论如何，我们今生再怎么努力努力赚钱，顶多就是比你周围的人有钱一点吧。但如果要和世界那些最有钱的人比的话，那实在是还是差着10万8千里，那根本不能比的。所以讲回来，真的要让我们变得富有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一个好的投身。我觉得就是你投身成一个富有的人，就未来你就投身成为 Elon Musk。就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投胎其实也是一个这种技术性的工作，一个技术活。所以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投身，你是要有技术的，技术就只有一个，那是什么呢？就是累积资粮。所以只要掌握了这个最高技术，你什么都能实现的。所以在这个广包的世界里面，你只要掌握了、懂得了这个累积资粮的这样的技术，就能实现一切。但如果你累积福德是为了想要得到钱的话，很多人也的确在这么想，就你最终目的是为了钱的话，那就真的是太愚蠢了。因为累积福德，如果你有了福德，你会得到不只是钱，还有更多的东西的。所以不要为了钱而去累积福德，那样太蠢了。而且你要知道，钱根本不是什么，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有钱买得到的，甚至钱本身也是因为有福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当然谈到钱就觉得钱很重要，但是其实从整个世界来看，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我们去看福德这个资粮的力量，它可是遍及虚空和法界的，它能够带来无量的、无法衡量的力量和快乐。这个福德资粮，或者说这个资粮的力量，它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切的困难，达成一切的心愿，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是这么殊胜的这个资粮，为什么现在不去积聚呢？不去努力累积呢？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累积资粮有多么有利益，但也请记得，绝对不要轻忽这个累积福德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稍微一轻忽或怠慢的话，你很容易就变得一无所有。所以讲了这么多，总结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算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自他交换，但还是试着要观想，心中这样去想，观想去做到。因为就算你只是这么去想着，你自他交换都能够累积很大的福报。当然不是说你就坐下随便在那边胡思乱想，不是的。所以当然不用说，当你在做心中这样做观想自他交换的时候，当然是要发自内心的带着清净的心去观想的。而且我们在累积资粮时观想的时候，你的这个所观想的众生，它也没有特别的，你是没有分别的，不分贫富贵贱我没有分人或者是动物这样的分别没有的。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众生它都可以帮助你观想，然后帮助你累积资粮的。所以平时你看到的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众生，你听到的任何一个众生，你都要想他都是我的施主，他帮助我累积资粮。你要想他都是我的这个福德的这个宝藏、福德的来源，甚至你要想他们都是我的银行。所以当你每遇到一个众生，你都要把握机会去累积资粮。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自他交换，透过自他交换，然后来累积资粮的这样的内容。